沙多，有报应有报应。我哋讲一个经因果了过了因果了就死，死了过就来出世，这个三项对佛经的再来是真正重要的物件。因为咱若是明白这个三项，咱会晓知虾米应该就做，虾米无应该就做。咱今日我是讲，今日是第3日，特别因为我的几那个佛友甲我讲，起来都讲即过了今年了，都想都卖讲经了，因为我本一日老了，所以啊，我想要吃较油，所以会使讲3日讲袂了啦。就是安尼，若是讲要吃较油是真正油，特别若是要吃较粗，3日会了。所以他那伊人叫我讲慢慢讲，加几日，好慢慢讲啦，讲到我喙齿无了，面貌了就袂晓讲话了。所以今日我要刷路啊，今日就是死第2项，actually死甲出世要平平，出世我讲也无因果。今日有人看好好啊，你所做、你所想、你所讲，这个甲了叫做心口意行动啊。正对你去一时，你要出世水无水，好业无好业，你快乐无快乐，拢总是对这边因果来。咱因果做落去了，你会上古安怎样对因果来？你人想看，你人若是去西浪啊，你去看你24善佛，拢总的佛相，你袂使讲一个佛较水，搁一个佛较无水。你袂使讲一个佛安怎大波多，伊人叫 laughing Buddha。因为正，你若是要讲啊，正佛经啊，拢总的佛真正庄严圆满，这圆满伫倒落来是对伊的心口伊的行动，伊做甲真正圆满，真正啊莫话讲 very perfect， 100分，大人这个十个波罗蜜，马路啦，伊才会谈拢总庄严。你看，伊个籽会吐出来，当着这个顶面，伊个籽会吐当着伊鱼啊！你人出来看，当咧鼻孔会袂，就人出来看会袂。因为虾米事？伊讲啊，达个佛啊，伊讲话实的话，真实的话，伊无乱讲人，一句话讲嫌人伊无，所以才会达人才会谈安尼。你看伊若是徛，伊个骹。唔使压伊上骨，伊个骹会白，会底咱的这脚头有，伊唔使弯，伊会白，这个正手会白，倒手骹，倒手会白，正手骹。你看，咱顶礼拜我讲伊行路，你看伊叫无断脚，伊无断脚啊！你看伊讲啊，对这道路来，对伊的这心口伊的行动，真正圆满。伊讲你若是看一个人啊，伊搭落去啊，伊个头伊无讲。镜头讲翘起咧头，还是伊下底挤起咧挤起一个吧？伊讲啊了伊无个了，你看这是对这道路，这心口伊的行动真正圆满。所以今日我听人要讲啊，就是这个心口伊的行动，你人来对了10分的庄严。啊，过你人出世上个佛安尼，你看一日一个咱的这个马哈加萨巴，伊啊，若是你去批评佛甲伊啊，伊面差不多要像，伊面差不多要像啊，有无些马哈加萨巴伊的管4寸较低，马哈加萨巴4寸较低，这边有一个查某店无店，一日达日伊夜饭要布施互这个马哈加萨巴，别人伊卖布施，伊正就要看着马哈加萨巴要布施，特别一日啊，伊看着佛过。你下只看，你面安尼上甲马哈加萨巴，了伊卡一半，卡落伫这个，这里是佛来，了伊卡落系伫佛的位。再慢一过年马哈加萨巴只过，你讲，哎呀，我他妈好是马哈加萨巴，唔是哦，他妈是真是佛咯。你看这个查某，早都转去甲佛讨，他妈我好你半夜来好啊，所以伊去讨都转这个佛，and then你看。这个啊，物质 means matter， 你看迄 matter 啊，真正来咯啊！因为伊讲啊，我卖互别人，我要互马哈加萨巴。你
后来半夜一卡一碗啊，正一碗一粒饭本无甲老我喝，然后伊摕这个饭起来，了才去摇互马卡萨巴，了马卡萨巴看到这个物件，哎呀，这个查某安怎敢做安尼物件？特别伊个心是将我从盐甲这个马卡萨巴，所以伊刚拖到转来，拖到转去下落这马卡萨巴，按就呼一日马卡萨巴上，呼去到落包司，呼到落去食，伊无去，所以一日那这安那达宾利加伊包司了的时啊。在马卡萨巴来偷食，然后咧大啲那边呼，甲即80个大地，拢总大啲那边食，甲几若百个，拢总大啲那边食。特别啲食的点声啊？即个即安那达宾利加讲啊，慢啲，入来啦，唔使偷，唔使变得白啦，你入来食。一看就呼有啲啦，伊无入去那边食。因他们说，伊面甲即个咱的呼差不多面型真正像安尼样。所以你看人若是得到啊，一滴滴咧，一滴庄严，一滴水起来啊。所以今日我要讲阿无死啦，死何款的死？何款的死是阿有戒烟呐，即阿有戒烟呐，就是啥？会受够了就死。今日人的会寿差不多是75年，会记我前下句讲安怎算？100年减一回，100年减一回，佛离开世间2500年，今日就要减75岁。按古时若是讲啊100岁人的会寿，今日减25年，剩75岁。按一个人啊，伊来出世啊，就是讲啊，伊会寿定就是来做人会当限75年。按到个75年来讲啊，我个要拖加，个加100年。bukan lu mia suka， engkau mia suka， 伊讲 surat cukup jam 聲夠了，所以75年，所以這個是阿有家業啦，就是講啊，你會壽夠了，按這個是頭一號人離開世間，伊就死了。第二項啊，就是講 extinction of karma。教咧點聲，你今日嚟出世做人，因為你做人啊，淨係古你漸殺生，今日你嚟出世做人，死了會是會食個75年，特別你正過有殺生，即個因果要好你嚟出世做人，特別教個40歲，你會打閒40歲，過了40歲，你就要離開世間，因為即個後面要教叻你。因果掠路，因為你自己咁殺，所以到個40歲，伊即個是講因果掠路了。The end of your karma， 所以40歲你離開世間。although 一個人會大個75歲，今日40歲，就即個是講因果掠着路了。第三項即個咩啊？你因果甲你嘅會壽兩項平。因果會互你大75年，按你這個因果甲你這個會壽差不多像，人到個75歲，伊會壽分了，因果分了，所以到個75歲，項平了，你分就離開世間，這是第三號款，人離開世間。第四號款就是講啊。你來出世，你淨係古有做真正無好嘅物件，按搞個無好嘅物件，佢咧因果叫啲業來破壞你，來破壞你咁樣，咪互你食個老，按咪互你食個老，就是講正伊即個就叫做來破壞你嘅因果。按即個我聽阿古講個人聽一條故事，薩瑪瓦蒂正過保斯真樣搞，按後面物件出來出世做 millionaire 嘅走啊，個一粒走啊，就是伊個故事好因果來出世，可以來出世做真正大富翁嘅 multi-millionaire 嘅走啊，按這個就是叫做出伊來出世嘅因果，特別來出世，搞個一個抗戰這些物件贊助伊嘅啊。贊助伊好因果誒，
请伊300月头，伊阿爸讲，我的查某是叫做千金小姐，伊请500个查某干，甜对伊顾一粒查某尔。你想看，若是500人伫顾一人，你看个，我想讲，伊的骹若是讲，我的骹夹带，我想7、8、10个来斗白互伊。特别毋知好无好，我毋知你人想看啦500个，特别太好命过头。捌咱你看，过一项要来，毋是迫害者，即贪婪要来做，来去炸伊。这早伊的啥物啊？伊有当时想讲搞了啦，免做安尼济，有的人去参着朋友是安尼，无影无食，你渐渐去补死都无看着半项好。这物件就是安尼，你要买袂，所以慢慢来。所以讲搞了啦，免做。所以这个物件，伊讲搞了我买做，这个就是讲伊因果好因果断站了，你看这个要甲来去阻碍伊，来害伊，安怎样？你看伊失败了就去偷食，500个查某干的人，今日来去偷食，这个就是讲伊来阻碍伊，炸伊到尾来了，伊好因果食了尾来去做王鸟，这王鸟这长水的时头，伊王有安尼济某，国第一西洋是3万瓦底，咱负一日就是讲咧。马干利啊，过8个某交替叫伊洗只，叫伊只阿只，你去帮火烧了王鸟，你看伊用阿咪帮火摕咧包咧王姜，了帮火烧死个了，这个就是啥物啊？这个叫做来破坏来炸，无话叫 destructive， 伊 destroy 拍倒落故事好好的因果，你看将军啊。会失败到尾来个起来做王鸟要真正请大火开，你看因果掠伊，然后会烧死，你到底烧死的是长死，只会使讲伊真正10分的好命的点声，伊来死。所以你看有的人啊，这长好康的点声，有把你只高远，把你大部人真正撒养伊，咱才点无点，你看因果来，哎哟。人无好事，咱去看cancer 来了。哎呀，我把你这高远了cancer来，我把你这20、23岁呢cancer来。你看这个就是讲迫害来炸。假如再讲cancer啊，你会就是上加3年、4年，上到拖5年，你看会受够了。所以这个就是叫来迫害伊。所以这第4项，头一个是会受够，第2个因果掠路，第3个。会受甲因果，第4项来迫害你的，就小款的这个因果，咱得知，这个迫害因果啊，真正来咯。这迫害因果啊，逐过伊来掠咱的点声，咱这当欢喜，伊才掠路。人阿无话讲，你无理你，伊要掠路，这是个超因果来要来做乱路。这超因果逐过要来做乱，最啊，伊来做乱。大啲来出事，obtain 安尼阿蒙被打，有时做恶鬼，有当时做恶鬼去坎坷了，点无点伊要变好了，个别个超因果落来了，你看名呢，伊是做本正是做恶鬼，应该贪人讲啊，我的囝贪啊听经了，渐渐保死，我这帮真正好，真正快乐，伊个要落失败阿咪，别个超因果起来。from 恶鬼伊个出世伫落地嘅，阿苏拉，这阿苏拉就是讲咱这妖物、妖精、妖怪。这个妖精、妖怪本是安尼样，有诶你看来出世，本是有这个超因果。因为这个超因果，咱要看，有当时安尼啊，有诶阿苏拉啊，无通食本有，后头是阿苏拉啊，食是啥讲人妖精、妖怪啊，伊有诶真正歹。咱有这些大的所在，无通食，无通虾米，后头伊是啥半神安尼样。禽兽本是上禽兽，你看有诶来生出来，本正伊来大的，伊阿爸嘛去大的所在，险边就本正就无通食，伊个调底个来去出事伫险边，怎莫去出事伫别位的人，有诶人真正烧伊狗甲伊猫，怎莫去出事险边，伊去出事伫大凄惨的所在。这个就是讲，伊的
叫做 obstructive， 这个啲炸人过，或者破坏人过，交啲踹啲锤这个物件。and then 你看有当时伊来出事是有通食，特别有啲所在是 limited food， 有限的鸟食，所以食无几日来讲，哦无通食。and then 你看买来一直毒马都直直散了就死，所以这个就是做无几会掉这个破坏人过。做有钱有怪，做禽兽本是上，人本是上，人今日你再来出事，哦，真正好人个倒下手伊，连土工有，无分有，拢总有，咱失败，直直失败。今日咱来看，有当时有个人讲啊，真正好，真正好赚啊，我请假了好，特别你唔通想讲渐渐好，我逐过讲，你看天顶渐渐光咩？一半是暗，咱渐渐暗咩？一半是光，所以这个物件咱要出来知。有当时咱啲好嘅事，咱会晓过，会晓收，会晓留后事。咱今日无讲，我这里有收嘅，我摕来慢慢出来食。人食虎，人食鸡，人食肉，我食豆嘅炒油。你食两盘，我本食两盘；你笑，我本笑。这个就是讲会晓尊重。So human 本会，是做人本会。Earthbound 地话，阳光本会，你人看我写一个 moral causation， 你看阳光带一囝，你这个阳光，这查甫阳光看一个抱一个囝，甲看一个查甫的，啥物事？伊要去暗，要做啥物？听太人食，家老的物件，伊要捡来食。所以你看无这个，个是阳光来啊，个这个叫 Earthbound 地话。大啲世間是做叫做地線，伊人嚟大呢真艱苦，即伊人叫 degraded， 陽光大啲世間，伊無咩攤起天頂，即個有嘅叫做 Vinipatika 啥，人叫半陽光半線安尼，所以有當時啊，即個有當時囡仔有時看到了人講啊，伊看到伊就才驚伊癢，了有嘅人才講啊。你看到这个物件，了伊就惊，了人才来叫惊，哎，因金哎起来啦，哎，了，有咧是人做安尼样诶，这个物件。But actually，这个福建嘅材料，有人有看到，因为伊人囡仔伊唔买清气，有当时影着这个，伊才惊。所以这边本有人做安尼样。所以 Vinipatika Asura 这个甲了啊，真是。讲起来是就这样，假如会看到，假如虾米啊？有当时伊叫野地贝达正来看顾起来啊！你照不到讲啊，有加减看着咱，顾下整下顾，伊捌做咱的啥亲情来，今日有当时咱看到，and then 到伊人话啊。这个阳光有诶，这新阳光啊，这个较悬几粒诶，伊本会去到四大金刚诶所在，四大金刚诶所在 ，that means 大啲险边本有了一个叫做破诶，因果会炸着人咗，所以到这个阳光大啲四大金刚，这个叫做破诶，因果会对着迄个阳光，所以今日这个人呢是大啲四大金刚诶天顶啊，虾米点声，这个破诶，因果会掠伊。随来失败本诶，这 dead by is that destructive karma， 大啲这个咱诶第二言叫做道理天，到个道理天天光大诶天顶，甲这个顶面第一关诶这个叫做回霄天，or the world of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天光嘅所在，第二眼起甲頂面向邊嘅第31眼，向邊無這個破壞個砸落了，所以你若是會曉出做較好淡薄，你去出示啲天光嘅所在，這個破壞個未做亂路了，甲未做亂路是蝦米物件要做亂路？有當時路有嘅人啊，伊去有當時是8項，但係這第一、第二、第三頭一項是應。一路會受，第二項咧因果教，第三會受甲因果參落去做一個，所以這個有當時是啥物啊？第二項是咧因果集，有個人去出世啊，會大36 36 million 年，
特别伊去大天顶啊，无几年啊，伊落来，因为伊因果会互伊大天顶伫险边啦，毋是讲迫害因果拖伊落来，伊是别项因果，这别项因果毋是迫害，伊无正要去出事别位个，所以这个就是讲啊，搞甲这个，and then 因为你大伫这个。几下所在，像讲你大啲地基本是上，地基有八大地基，八大地基啊，像边这个破坏，因果无大限路诶，伊无讲掠路走诶。嗰一个所在，我讲啊，人诶岁数啊，伊会大甲1000年，而这个1000年诶，就是有达拉古鲁呀诶人，有达拉古鲁诶人啊，大部分是岁数到1000年。and then 这个地基大地基啊，八项诶，拢总大地项边，无一个因果会拖路走。但所以我逐个爱讲，你人再无出事啲地基啊，真正来咯，你唔使拖长岁数，伊主动家己来长岁数。落来咱要知这个4项诶，这个人离开世间，上甲咱批评，我互你一个互你人一个批评，上啊一炮火啊呢？按这个火啊，伊袂油灯，伊袂油心，油，一个过来。头一个因果啊，就是讲啊，伊油了，到油了啊，你火就化，讲起来是你火受了。第二项是油心了，油有，特别油心大了，这个就是讲你因果来砸了。第三项是咩啊？拄好咧油，甲咧油心两项分白了。按第4项啊咩啊？你一拍火，水诶火，油济，特别你下啲桶啊，一个风呼分化，油心个有，油个有，特别风吹互化。所以这第4项是真正可诶物件。落来我要讲啥物啊？我要讲啊无这个。到大家人叫我讲啊，是较油淡薄，所以我要讲淡薄安尼样。你人捌听我12年，我有逐个讲啊，人来出世2个条件，有个人3条件，有个人无半条件。咱真正侪人渐渐问我，虾米是2个件，虾米是3个件，虾米是叫做无件？他那我要吃，逐人若是即做恶。伊会精神达南这个12项，伊心啊，伊精神达南这12项，按这个12项你拆开起来，8项是对贪心你做8项，对2项是对性地起来，按各个2项是对武器，加了12项。但咱这个12项啊，把日你死了这个12项，要拖入落4个可的所在，第一个禽兽恶鬼妖精妖怪，咱要知这个12项。他让我要吃这个8项我都知。头一项不得讲，苏曼那沙沙哈噶当，日底噶达300有当，阿桑噶的当。头一项老抓咩啊？无相信因果，你莫去听，四所听无影无食，咱人无叫伊做，伊要家己做。这个我第2项是咩啊？老抓，无相信因果，特别人叫伊做，伊才做。请差啲后尾，一个伊家己做，一个伊无人教伊，伊家己做，一个人叫伊做，伊嘛你才做。他让我互你一个批评。一个囡仔，伊若是过伫街路，甲伊妈行伫街路，咱在伫街路边一个榴莲丛，架楼一粒大粒的榴莲。按伫这边伊看到咧榴莲了嘛，欢喜哇妈，榴莲那里大了，佫无人滴。按咱伊无相信人讲，伊牙也白。开一笔伊落对，咱老人笑，爽啊！应该一较早就来不落山了，佫无半人。所以这个就是讲，苏曼那啥真正欢喜，偷摕，伊无相信因果，咱无人甲伊偷摕，第2点呢，
想安尼，甲你叶马，伊家己唔敢摕，叶马讲，你跟只摕啦，会使啊，妈妈，会使啦，啊，叶马甲伊摕，叶马打就较加淡薄，就叫伊摕，所以伊摕。个第三点甲第四点是啥物啊？索曼那沙沙个当，日记个打尾巴有当，阿桑加里讲了第四个索曼那沙沙个当，日记个打尾巴有当，沙桑加里讲，这边我要讲落听，一个人啊，才去食啊，咱你看着阿咩？一个人伊是去食啊。伊行过伫江边，伊看人伫拍剑壶，佫无人看大大尾咧，叫做咧红枣啊，大大尾，哎，佫无人看。啊，你看着欢喜，我佫是去食啊，我佫无累，佫大大个，我佫有一卡白，所以伊安怎做啊？伊相信因果，伊讲唔通偷摕，特别我都翘甲半死啊，无要紧啦。我该落一个，安尼若是保利斯啊，就卡古，安尼你若是无保利斯啊，就伊本再讲是偷窃是啥啦，特别伊爱摕，但嘛伊无相信讲因果，他啊伊有相信因果，所以伊敢摕，安尼偷窃啊，人伊家己发要偷窃。第四个就是啥物啊？伊看着甲伊朋友讲，你摕啦，会使摕啊。会使啦，你来摕袂了，你食，你分我一半啊！所以人甲伊摕，所以即个有4项了，你人看。第5、第6、第7、第8啥物啊？即个伊无欢喜了，即个啊，伊是有8卡3个当，日底个当3百有当，啊3甲你讲，即个就是啥物啊？伊看着一只蛇，咱个蛇毋是大啲个厝，大啲个门骹口呢。伊看着呢，啊！你看着的时啊，伊无讲欢喜啦，伊无欢喜，伊心是平平的心。特别看着了啊，伊讲，伊无相信因果，抓查来拍。这个平常人是安尼做，and actually 啊，不大讲啊，拢总会众生故事捌做亲情甲咱，今日伊失败，咱看衰伊，咱拍伊。所以即边你看，伊个心无欢喜，特别因为伊惊也是别项，伊敢拍，伊无相信因果，啊，咱伊家己拍，佫这是第6，那是第7呢？第7就伊惊甲只朋友讲抓查来，啊，你个抓查来的人啊，教伊讲，堪要拍，这拍，你一个当罪较重，所以即边你看。真正济人讲啊，拍是对，拍是对。特别佛经的在来，不但这个啊叫做南传的，不但唔捌一道讲应该你就拍，因为不但讲这个传，伊唔是来了为要来加入，因为因果来因缘和合，你经过做伊，今日伊要来做路，特别过了厝，伊唔是要找路。伊拄好要去的时了，要过路要去找食，咱拄着路，咱路要牙叉拍伊，拍甲伊无路啊！伊上大棍来加路的时呐，噗！哎呀，因为我拍这个蛇，我本事，这是因缘和合拄着了。这个就是伊无欢喜做。个第7甲第8是啥物啊？伊拄着啥物啊？这个就是有的人啊，伊这条若是要讲一条故事，我讲互人听这条故事。这条故事啊是安尼，印度教的故事。一个查某啊，甲伊家婆人两人，伊某伫困，伊家婆人渐渐坐仙，安尼人坐三马大仙，安伊家婆人坐甲真正深了。日日渐无渐伊坐仙，伊看着窗仔开，安尼你坐仙，伊看着一个。囡仔在这窗仔飞入来，咱洗叶马、洗叶某的身边，噗变无去。哦，伊讲我某要投胎，and then啊，未入的时，伊问迄个囡仔，你来做啥物？伊讲我要甲你讨债，啥物事要甲我讨啥物债？故事你家头毛脑壳因你无还我，他那我要甲你讨债。
哎哟，惨嘛啦！这里来不来偷债，一白头壳。嘛呢，个生意都无拍着，这里人冇点样咧好起来。个近两年，一个生个一个，本是借钱，一个看着个一个。你做啥咪？我本要来偷债，我看到咪？古时唔知做啥咪，就系讲洗衫都无好我脑壳。我睇下要来偷债，惨嘛啦！头一个要偷债，第二个要偷债，惨。係講洗衫都無好我腦殼，我睇下要來偷債，慘嘛啦！頭一個要偷債，第二個要偷債，慘。伊唔係講我一冇聽，第三個來聽睇，嗰一個囡仔到啲堂啊背接來，就背接來啦。你做咩？我要來還債。哦。送啊！这里要还债，做不要紧啊！大了按照做啊，真生了三个，真要乖，真要搞，冇点样咧，有老公，有先生，有虾米，有特别，搞了真要欢喜。特别搞自己了，搞完三个，你人故事印度呢，太好嘅人啊！一个搞完以後都10 million啊，你去做生意啊，你去到大陸，去到搞嘅大去談做生意。你嗰次你講，我要去 Madras， 第二個去 Madras， 第三個要去大陸卡拉吉，你看伊安怎做，然一去了尾來是安怎做，這個人講啊，教完去了啊，阿媽小囝，掂無掂自己，阿媽講佢啦，然安怎做，尾來有影伊講，假如若是要去，你家己去啦，我無導覽你啦，然伊講，假如若買導覽我本甘願要去。做牛做馬我要行去，有影伊罵，尾來講佢大部人聽我去，你知福建人頭炸啦，清水水啦，你知無啊？大啲禮嘅位，要去到卡拉吉，會使講正清氣條，故事是行路，所以你看頭清水水啦，去到迄邊嘅時啊，衫褲無水了，頭毛本無水了。也正清氣條，去到迄邊嘅時，罵安怎講啊？這罵叫妹，你知無？伊囝做生意大賺了安怎做？伊厝啊，阿冇樓真正大間，大間了叫妹，伊大啲迄邊，伊大啲嘅厝，伊有一個風景偷看就來，再講是會罵。這查某講啊，你去講是咧罵來。你遠看咗慘啊！我係驚我係馬來哦。講你看我係馬，清晨去食啊呢又。你一厝就有咩王囝王孫有啲啊？所以講啊，我問到話馬，我係馬早就來了。伊無開門了，你知啦，正清氣條了，行了無。亂咗做啊！唔少就是唔少，會問甲你講，伊講掠得啦阿媽。但係阿媽看破就走，這個就是講啊，偷債囝賺到一累了，你腦殼已經變2 million了，你看，馬本賣，所以今日你人看，對你人若是無錢甲你爸母相隔安尼樣呢，還沒數見笑，我馬清晨去食啊呢，無錢沙龍甲了攏總破㗎呢，賣。所以這嘛，我就去別個所在去到咯，去到高吉打要做咩？要去看第二件，因為本是上買接受，本是在時啊嘛，特別講我問啊我媽，若是我媽早我就叫我媽來帶，這個有時看見去食飯呢，他那邊來認，because我他那做生意大興，所以買接受。第三個尾來安怎做，再來。去到第三個呢，每只看着講是我媽呢，紅毛落來接受咯。阿媽安怎亂呢？市場間呢，係咪數？是阿爸失敗咗。你講阿爸無失敗，阿爸嘅計會還債，真正冤枉。有冤枉咗亂呢，又成間呢去食後想規身破個噶了。你講你爸煩惱講啊，你嚟要去看囝，我買導廊咯。買導廊我就條地行來。今日你看我10年了，幾哪年了，我呢來邊呢？人講，係咪說呢？就安尼呢，帶隊，你看那是還債囝咩？帶隊來呢，叫老公來看，
叫虾米拢总来，按款台煮物件可以食好，看嘢嘛会包到，买来肥了、圆了，嘛你才问阿妈，你甲阿爸教路是无？无教路，无教路了，安怎你来？虾米说阿爸买来？伊讲你去看了，你嘛你才会知，知了是我才讲我的故事。然你看，教到你点声，伊知嘅嘛，伊好事了，红某带伊嘛转来。咱坐轿坐马车转来，咱再来讲伊阿爸，安怎你好咧嘛？咱伊阿爸就讲，我看到了，头个是要来讨债2块银，第二个要来讨债洗衫2块银，第三要来还债。今日我讲你看到的物件是有影的物件，所以这边啊，就是讲啊，有8甲3个当伢那未拜有当，伢那未拜有当是咩？伊无相信人果，伊唔爱接受的嘛，安尼虾米说？对贪，虾米时候贪名声？所以这个贪名声，有诶无定就是伊家己贪名声，有诶无定就是伊某教伊，若是伊某教伊，就是人教伊安尼做，伊才做。所以这个就8项就是对贪来，按这个第3个，咱袂使讲伊对贪，伊来款待的嘛，伊来款待的嘛是对情，淡仔是对贪。贪名声，这个是对情，我要保护我嘛，我要顾我嘛，顾甲伊用好事了，我要带伊转，安尼伊会把讲出，伊把你才知来讨债甲来还债。所以你人今日看，你人家己捌日，若是讲看你囝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假如若是讨债呢？你不应该认呢？安尼虾米事？你若是认呢，这个债还不了。carry forward， 个来钱个直直塌，所以你就想好好看。哎呀，无法啦！特别我睇下啲慈惨，如果啲来讨债，别日子我靠有女来讨债，我加减好路，安尼较平安。一路人送卖啊，上到我就听人讲有一个啊，伊甲伊妈讨女，伊食白粉，伊妈讲我无女，伊家卡塌伊妈，大啲水井。and then 伊将伊马路伊追将伊马死 then 伊走路尾来政府掠着我想一个囡仔听讲不着治疗死做伊马死所以你看一个人做恶因为贪是这个8项对5项是对圣地按照叫做对圣地人若是在看着去圣地啊伊是多么那啥个当圣地是伊面无笑的你看到了一个人去圣地，到了有笑无笑，这个面红，伊手准，伊脉噗噗啪啪噗噗啪啪，所以这个是多么那啥个当，帕蒂加300有当，帕蒂加伊圣地伊大多，伊这大多，一个是伊家己主动，家己去圣地，一个人讲，请甲伊圣地起来，2好款安尼样，2个不是无欢喜，2个是本。无欢喜的面，and then 伊无青的面，了个不要紧。一个是伊看到来去圣地，一个是人落花买来伊去圣地。所以有诶就是安尼，人有诶人讲青头鬼直直讲一声，特别毋是青头鬼，有些青头公阮有，青头公阮有，咧青头公做即个查某本变无好去本有。所以有青头公，但都有青头鬼，有青头鬼本有青头公，特别若是教的人唔通安尼样。按对圣地啊是2款的圣地，这2款一个是呜一下起来，一个人落，แล้ว伊一直起，伊后袂晓 break。这个是对人2项，安尼对这个牛市也无明白2项。这牛市大概阿咩？伊心是平平，有8卡3个当，有8卡下面是心平平。帕蒂加300有当，帕蒂加就是啊，有8加3个当，维基记者300有当，维基记者伊无相信佛法经，and then 伊敢乱做，and 伊心平平，所以你看有个人啊，伊敢咩？像有个人我知有一回伊来这一个暗，会讲你人拜鬼啊，你人毋是拜佛啊，你人是拜鬼，所以这个就是虾米啊？伊愚痴，伊无想讲这个世间真有一个佛来去教人叫人做好，所以伊敢讲安尼款的口业，
对大陆对无幸福或正，这个是正正戆的人，人大家爱来失败落地极了，买来起来做人，伊是有时来出事白痴戆戆呆呆。嗰一号款的这个安尼款的这个是第10字，有8加3加档，有10加300有档。一个人啊，伊来出事，伊心乱。伊要甲你讲一句话，我不多要，我爱食淡薄饭，我不多要，我要食淡薄饭。这个是一个 sentence， 伊讲袂了，我不多要讲要，伊想到袂啊。大陆来，大陆要讲来个也袂，伊个想别项，伊个想啥物啊？你放屁也袂。所以这个啊，伊买人袂去滴的，伊去这边歪这边，去这边歪那边，这个是笑。所以这个12项啊，11项带你要去出事，然后我若是把这车是乱听话，带你去出事。11项，嗰一项无带你去出事啊？咩？你笑的，笑的伊唔知半项了。所以今日你看，因为咱大啲世间本是想，你来大啲世间啊，你若是太死人，你杀啦无杀啦，伊甲你笑，嘿嘿嘿，政府讲一个鸡啦啦，未做半项 ，no case。所以这个你看，福建嘅在来本是想安尼啊，once你过头鸡啦了啊，你无 control 你买了，and 这个无带你去出事。and 这个大家爱好你渐渐去出事，戆戆呆呆，戆戆呆呆，对啲大陆来，对这超因果。and 这个12项就是叫做超因果的对路条条。做了这超因果啊，一个人未离开这个7项，and 这个7项是啥物啊？你听好看，到一间出事啊！目睭所看到的物件是无好的物件，但伊偷偷看到，伊唔知无好，伊看到，然后查落去，伊才知，哎呀，臭物件来，伊看到的是拢总是无好的物件，但伊看到平平，但伊如果想者，伊才知讲，这臭物件来，啥人要夹一个刀要来堵伊，对吧？你夹啥物件来？哇，嗰是金金啊！啊！伊要来拄我，马路伊才会晓惊，所以这个是叫做 eye object 看的物件，and 伊看了无看，但未来伊知。第2项耳仔所听无好的物件，你讲啥物啊？我讲你臭落啦，啥物是臭落啊？我唔知半项，所以你臭啊，臭落就是啥物啊？讲我听。哈！哇呀！我买哦，伊把你只知，耳仔的无好的物件，伊偷偷唔知，买来伊知讲是无好的物件。第3，鼻孔所味的物件，有当时啊，有人味到使讲香一过，叫你福建的在来，你看呢，故事安怎做啊？故事啊，伊拣食使，伊出事呢，伊头一过，伊食会使，买来伊嘛看。我囝无食8项，甲搭要食使，安尼买来就做杀，互别个教看，伊直食使，赶伊走，买来就做，伊渐渐大啲刷边去听台人放使，后头人放使了伊去食，越黏越好食，越味越香，安尼有一日烀看到吉善呢，烀讲，假如食哩啊。你做啥物？我修行，修啥物行？我食香。你食香啊？好，啥物属于食香？伊古时骂人，都头兵骂，所以今日伊钓这个物件，所以伊所味的物件，臭伊讲香。第4项籽啊，拢总所食的物件是落无好的物件。但伊偷食是唔知讲是无好，伊食落去，籽臭酸，头一过食是唔知，第2过伊把你才知，所以这是第4项，第5项所动到，伊动到讲，估一过啦，估一过，抓咯，是哦，把你才会知唔对的物件，
这5项了。第6项啊，伊所要精神啊，所查的物件，拢总无好的物件，一般看伊上我唔知讲是无好的物件，就是查考大什么啥大妈我讲啊，伊忘了一想，一想咧讲唔知咧骨啊，唔知是我 girlfriend 的手是无，你看，咦怎是鬼啊？怎？话你才知，伊摕来想，话你才知，所以这个叫做查考的精神，无好的物件伊看就好。第4项 investigation，他妈是actually 接受的因果，他那是查考话你才知讲啊，唔对的物件伊看就对。所以这个7项是啥物啊？人精神若是无做好，做了这个12项，这个7项对伊调调。所以今日你看一个人啊，伊所看到，人看随伊，伊所听到，人所骂伊，人无叫伊讲darling，人叫臭落。咱若是看到物件，人无甲伊讲好话，人来哦，常吵咯。所以这个就是呢，对5个见啊面，目睭所看无好的物件，无好的物件咩啊？因来看到拢总是人卖食的物件，特别有当时听来咯，这物件听来咯，有一日我看到一个去食啊，你好遐物物件，伊摕你买落去底了伊砍了伊生个，伊卖食了，伊甲生个了，伊才把你才拿了才食。你话伊食是一个熟，愈吵伊愈爱这个物件。对滴打落来，对就是正是伊做了这个12项落来。所以这个12项是对这条路，对贪，对圣地，对功效。所以你看，那是要死的时，贪钱痴，你是失败。假如那是失败，你要来受苦真正济。所以今日你来看，有的人真正快乐，有的人苦，有的人特天看着，哇，安尼好彩啊，特去安尼好彩啊！这里的地啊巴扎，特项 special， 你看伊食的时，伊味道甲了徛边啊，挺台。来讲，这里啊可以较抓的 ，OK 头家，噗也走了。你若是讲无做好啊，这里拎啦都拢做会抓。你爱食买食啥？听无好听，所以今日乱看，这个5个筋，目睭、耳啊、鼻孔、喙、香菇，有快乐甲无快乐，对伫倒落来，唔是天讲好路，是你家己做来，这家己做来伫倒落，对贪钱痴，这个就是我讲一个苦的所在。今日落来看，人会晓做好，这个要做好啊！伊做好啊，有南这个8项，这个8项那是做好落去了啊！伊因果要带落去出事，相安的因果。头一项是啥物啊？Somana sa gatang, nyana sampayutang asang karikang。第2项 Somana sa gatang, nyana sampayutang sasang karikang。那项是啥物啊？Somana sa 真正快乐。nyana sampayutang 再讲因果就要做。第3项无人教我做，我要做。这第2个，伊本知欢喜要做，伊知是因果。特别人家伊做，伊才做。真个我听他听落听，什么那啥个当真正欢喜啊咩啊？我听见了，我知了。拢总今日人来出事，有累无累是对这个报事，所以今日我听了，咱看下我有机会要来报事，我要来报事，报事啥物事？第2点，看下我要欢喜要做，第2项。我要做的是，我相信因果。我若是无做落去，或者我直失败。所以第2点你讲啊，廿那300有当，我知是因果来，拢种原因结果。这个世界无别项，伊叫做 nature's law。你掂波啦出来，伊拍到边出来；你掂轻，伊拍到边轻。今日我听下知，我要做。阿生甲你讲，无人教我做，我听了我明白我要做。
第二点的想象，特别一看人做，咱伊讲我袂晓，你教我好无？来我带你，所以人教伊来做，所以这个两项你知，欢喜要报事。哦，有人讲，我听讲人受戒，我唔要去受好无？咱去受，按头一日看伊受的是，拉萨伊讲流热会使热啊！你看我看大家人家重点真正掂，所以你看伊欢喜要做，伊知是因果。咱第三项。无人家己做，伊家己做。我一个讲啊，我看你做，了伊你渐渐招来啦，伊买来伊对落来，这个是这头脑点是你做好。第三项、第四项，什么那啥啥个当，伢那为巴有当阿桑家里讲，甲第四点本是像，什么那啥啥个当，伢那为巴有当阿桑家里讲，这第三甲第四是安尼样，欢喜要做好，按欢喜要做好是啥物啊？伊再讲是。伊听讲啊，做好啊！我看哈咪说啊，我真正笑一个查某 ，and 我 girlfriend，and 我 girlfriend 大日渐渐来，了我看伊哈咪牙背来，要叫卡一本卡，伊看伊就 girlfriend 做，一本对做，但是伊无相信因果，所以看伊 girlfriend 卡背，一本卡背，伊看伊 girlfriend 贵，一本贵。了人讲你贵做虾米啊？我唔知，我看 girlfriend 做我做，所以后贵，这个查某会讲得较悬，但是伊会讲唔知。and then 无人甲伊做，伊看 girlfriend 做。and then 第四点，伊 girlfriend 甲伊做，伊把你才做。有时你带 girlfriend 来 ，girlfriend 讲啊贵咯，卡咧半，伊夹大项伊夹。啊！你这边你看，这个头一个甲第二个，伊家己爱做，伊看人做，伊要对做。后个要出事，关在伊对款拢总真正会使讲啊！伊相信因果，伊个要来出事，你要对因果的人，真正济安尼样。然后一个戆做。因果唔知下面是因果，我唔知因果，咱伊做落去，后过伊出事有累，但是伊无定着入白来教，因为虾米说啊？伊无相信因果，到第三甲第四本是像，咱第五、第六就像有八甲三甲当伢那三百当啊三甲哩讲，因伊做了啊，伊也再讲做好是好，来去报事，还是来受戒，还是来借钱，是讲啊。我买淡薄粿条，我要去看奈麦丁尼，了我买淡薄粿条要夹好诶嘛。因这个物件是啥物啊？伢那300当，伊垃圾买诶时啊，伊毋是讲烧伊嘛，伊讲淡薄，我诶嘛渐渐讲门好啊。了咱对暗暝无买半项，买一包啦。所以诶心毋是讲真正欢喜，正有效，伊是我人搭配人来讲淡薄啦，讲淡薄面。有你食淡薄你无买路，按照人渐渐去安尼，我自己咁讲咧咪，所以买淡薄淡嘛，我买一包粿条互你食。其实伊心是无想伊嘛的事诶，是讲惊讲伊嘛咸，所以讲淡薄，所以心是平平。and then 伊知讲加减有因果，好不要紧。那人讲我不好，哇！我去麦当劳，我寄下一包的粿条互我嘛，我无保险，我有保险我嘛。OK。安尼就是家己，无听到伊家己做，无听到伊包讲，你无买半项顶互了嘛的。OK 我买，就是人家己做。所以第七甲第五甲第六像安尼，第七甲第八是啥物啊？第七甲第八啊，伊人无相信因果，甲你心个平平。伊讲淡薄是淡薄，无要紧啊，我家己做。有因果咩？无要紧啊，I don't think that's 因果啦。这个较戆做，这个就是啥物啊？这个伊相信因果诶，伊加减买互伊嘛，要搭伊嘛的钱，把使高梅有因果真正好。伊有一点钱讲我嘛，佮高啊，佮开门互啊。特别有一个啊。无相信因果，一心个平平，忘买了啦。这忘买这个就是讲真正正啊，来食买食下啦。所以这个就是较输，
tapi 这个了拢种有因果，所以若是查起来这个8点啊，4项是有3条筋，4项无3条筋。我要讲人听，苏曼那沙沙个当欢喜，还是心平平，是一个好了。第2项相信因果，这个就是2个筋。第3个筋啊，就是啥物啊？无贪心，无胜地，无妄想。所以第1甲第2就是3条筋。伊无贪，伊无胜地，伊无妄想。所以买物件互伊阿嬷食，这个就是讲3条筋。但你过一个啥物啊？伊无贪，伊买粿条，伊无贪心，伊才敢买粿条摕一类出来。And then 有圣地无？伊无圣地。但你有讲啥？伊无相信因果。到伊无相信因果，伊要来出现2条筋。And 你来算起来，第1甲第2，第5甲第6。是3条筋，第3甲第4 ，and then 第6啊、第7甲第8，这个是2条筋。2条筋的是无相信因果，这个相信因果的伊爱出是3条筋。and 这个若是讲你来出世有3条筋，今日你来出世的人，你听经，and 你会接受，and then 你来接善，你接善进步真呀紧，所以。这个律是在这个12项叫做恶，8项是对贪，2项是对圣地，2项对妄想。好的是甲达这个8项，做了这个8项啊，伊有16项的好，特别这个16项的好，我后个礼拜才刷落去，这后个礼拜我才刷落了，才按照咧分开看人死了安怎去出事，安怎去出事，这个路人听。过了几年了，我时时甲你讲，我直直老了，晚仔我渐渐会记这个物件，9点并无定定我硬弱了，袂讲话了，所以我预备才啦，未我无硬弱的时，我讲互人听。过了你要听这真实的经，别日你无当听，无人敢去吃安尼药互人听，所以人叫我讲啊，较可啦是我喏，讲互一个阿毗达摩会了，互伊有头有尾。所以到这边为止3点1点钟了，都隆重合起来，咱来回应。一当面也的能好度，苏吉当红度也的哟。一当面也的能好度，苏吉当红度也的哟。一当面也的能好度。Sukitang hontunya tayo itawag ta sam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ya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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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真係朗中平安